来看，有一个64岁查甫人，伊带团去台中爬中央尖山，结果煞摔落山坎，唔知影人。加在台中消防局有顺利找到这个人，而且请乌氧直升机甲人载落山，送去花莲的病院做治疗。再来。 将伤者固定好，用锁啊运送。这个差不多64岁姓王的查甫人，对11个人的登山队去台中中央尖山，经过中央尖山山了顶悬的水墙，无细字落落山坎。山屋上方的瀑布处跌落约60至70公尺处，意识不清，脸部血肿，头部及四肢多处外伤。 消防局11尾仔举报，决定用肉路甲直升机的方式去现场，因为当地地势正惊，所以搜救人员12下晡找到伤者了后，先送去中央尖溪山寮啊等待救援。降落后立即前往事故现场，又派遣离山分队由陆路方式前往，接触到待救者，发现头部多处擦伤、血肿，意识模糊，并运送到中央尖溪山屋待援。 13早起，花莲空勤总队派遣乌鹰直升机到现场，顺利把死亡的查甫人吊挂上机，运送到花莲，送去花莲主治病院治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